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美国明年要举办总统大选，共和党内提名是真竞争。其中候选人之一的佛州的州长德桑提斯，伊讲伊要捍卫台湾。伊讲若是互伊选调，伊会用军事实力来阻挡中国拍台湾。也那另外一个候选人前总统川普，伊无受官司的影响，伊的民调同款是赢过党内其他的候选人。2024年11月，美国要举行总统大选。并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佛州州长德桑提斯，拜接受美国福斯新闻专访，伊讲，若当选总统，目标要吓惊阻止中国入侵台湾，要中国评估代价，避免对台动武。方法包括展现美国军事硬实力，和使用经济手段影响中国。What actually happened over these past 25 years? China has become more authoritarian, more powerful, and more ambitious. We will reshore, we will diversify, and we will expand our economy. 因为安全甲贸易问题，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几年。最近美国几两摆派高阶官员和中国接触，想要修复两国的经贸关系。行鹰派路线的德桑提斯无认同拜登政府处理台海问题的做法。伊讲中国是美国伫地缘政治的头号威胁。We've developed a dangerous dependence on Chinese supply chains, and our companies have been exposed to a hostile security apparatus. 共和党另外一个并提名的前总统川普，伫几两日前的晚宴中攻击德桑提斯。虽然共和党有几两个候选人咧发言的时阵，毋是攻击川普官司自身，就是批评伊背离民主价值，率拢有川普的支持者科西亚抗议。昨纽约时报公布的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度毋但持续领先其他候选人，嘛比德桑提斯较悬37个百分点，一点仔都无拍起角。公视新闻杨安编译。